一间早顿店发生爆炸，加载无人受伤，初步调查是驾驶捞出来造成的，详细原因还搁咧查。台南查到3件烤地油无合格，台中阁验到台糖无通报，因为代表是台糖验到的是原料，毋是食品。台股盘中上悬43912点，起超过500点。8月7日开始，证交所缩短处置时间，未来每半冬定期检讨。再来看屏东马家乡的牛角湾溪内，昨有3个大学生是烧酒去耍水，其中一个煞安尼沉落，等到甲救下来时阵的送病院，也是救无回来。消防队是表示讲，这水墙有的所在已经超过3公尺这么深啊，这是公告的高风险水域，是禁止耍水的。好。搜救人员冲到去水底，找到渡水的大学生，大家赶紧用绳啊，甲人游起来岸顶做急救。屏东马家乡的牛角湾溪水墙区，早起8点外传出渡水意外，3名高雄的查甫大学生烧酒来遮耍水，其中一人敢若因为砸到水就惊沉落，游起来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他就沉在下面，对我下去用绳子把它固定，就直接请岸上的伙伴把他拉上来，将溺者拉至上岸。那患者以欧卡，并实施 CPR 抢救。那男性约20岁。虽望消防赶到柜，那急救那甲人送病金，不过尾手也是救无转来。根据消防局统计，屏东县今年到今已经相续发生5件渡水意外，造成5人亡生，其中马家乡就占3件。特殊大队表示，牛角湾溪水墙区分做3站，每站拢有徛禁止耍水的告示牌甲救生裤啊。第2站起的深度拢超过3米，是官府公告的高风险水域，真正无适合耍水。就有可能会有一些漩涡，那民众如果靠近那个深潭比较深的地方，或是瀑布水流下流的地方，往下流的地方，它可能会被吸进去的风险。一定要注意你们自己的安全依据我们所告示的一些的牌子来去在这个地方来游玩不要戏水。虽然有采告示牌提醒，不过天气热，牛角湾溪遮也是照常有人在耍水。消防局表示，休热若当着假日时，因拢有安排巡逻宣导，不过无法度24点钟拢有人在顾，且民众唔通冒险用性命来讲耍笑。记者郭明哲、柯家族、邱用屏东场报道。高雄新兴区的林心路一带路口呢，是因为车辆多，而且速度真紧，所以定会发生事故。交通局即马是决定来参考国外的做法，伫遮来设高雄头一支快速闪示的警示灯，希望会当改善路口的安全。这效果若好，未来就会大大推广。民众徛伫斑马线等几步唔敢过，也有徛多摆的民众明明无需要2大石倒刮，来到遮也是停落来等，看无车才敢挖。主要就是因为高雄市林松路甲旧定路这个路口，过路的人车多，速度够紧，不过所无设青红灯，民众讲常在发生车祸。车子真的很多了，都不让人家都对了啦，一直在冲啊那样。赶要紧过中正路嘛，无伊动地遐足久，你中正这条巷这条路小停路出来，人看这边的人都会出来，迄边较紧啊，因为边过中正路过，伊速度较紧，你边出来袂有，拢嘛是一定的车祸啊。土地住户若无同意，有一方无同意，咱就做袂成啊。做袂成的时阵，就是继续边今后差不多逐个月，也是讲2礼拜就拢有。阮的里面若是安尼徛过嘛，常常去受伤，也是讲外地来拢常常伫遮受伤。根据警方统计，今年到7月底，这个路口已经发生4件车祸，其中2件有人受伤。李长讲，因为住户无登记，再加上路口宽度敢若60公尺，无达到设青红灯的标准。加在经过各方的努力，现在交通局按算要参考国外做法，配合路口重新规划设计，来设高雄头一支快速闪示警示灯。透过车道瘦身、标线庇护岛的方式，简化路口动线，并提供行人安全的等候空间。另外，交通局也向中央申请了行人快速闪光号志，那争取今年第4季核定后，那紧速发包施作。高雄目前有巷仔有类似的警示灯做法，用红色的圆灯来提醒民众车速放慢。若这款新型的快速闪示警示灯，外景会亲像警察局做的这款，不过火会愈光愈影目。交通局讲，旧定路遮是高雄头一大示范点，未来若是效果好，会扩大推广。记者郭家族邱用高雄场报道。
最近这几冬来呢，有真侪人咧收集这游戏的卡牌啊，其中较珍贵的这一张是会当卖到30万。伫台北市的网架呢，有一间卡牌社的负责人是甲这钱收咧，人就安尼走落去啊。受害者有几若千人，即马因已经成立一个自救会，也若检方也介入侦办。天文记录来，伫台北万家的小用卡牌社8月初3一礼拜上班日头一天，若无营业，甚至透早3点，无已经宣读所有消费者赖群组甲社群账号，为咗委托销售，也是已过卡牌的人客，烦恼负责人是毋是钱款去做伊走，甲大店得算的人寄卖的电器卡片，甲珍贵的预付款拢互款去。台北市法务局消保官特别到现场勘查，不过人互走去，无人回应。认识周遭的都是10几到50、60万不等，对啊，然后听说也有几百万的，可能好几亿跑不掉。受害民众陆续向警方报案，各地有受害人数可能几落千人，损失金额可能几落亿，也有待确认统计。不过，真有可能是国内史上受害金额上大的卡牌诈骗案。团组负责人可能已经离境去泰国。对这代志，警方当日查证、确认行踪，并报请检方指挥侦办。民众如因本案疑遭诈骗或权益受损，请妥善保存交易记录、付款证明及对话内容等相关资料，并尽速向警察机关报案，以利后续调查及维护自身权益。虽然敢若薄薄的一张，不过有一寡卡牌，尤其较稀罕、历史较久，也是经过认证鉴定，价销会真贵。像讲其他业者手头摕这张10年前发现的 PTCG 宝可梦集换式卡牌游戏的喷火龙卡牌，市价都要30万。当业分析，因为小用卡牌社为今年开业以来价销优惠，也甲愿意互高消费的纠纷赔偿，所以得到袂少得算的人的信任。没有拿到货，我会赔钱给你。那他前面听说已经赔过一次钱了，那于是就很多人都相信他可以。而且嘛建议得算的人尽量莫甲当作投资，上好是敢若收藏交易卡牌，而且上好选择有代理商授权的业者，才会当避免类似的风险搁再发生。记者采访报道。今年年底就要来拼选举啊！目前呢，这南北党团是有提出5项公投的草案，不过还阁无共识。这若真正有成呢，即马为着要避免搁再出现2018年的乱象，这在野的阵营是有提案来修法，要甲所有的公投案拢印伫咧同一张选票。中选会主委游盈良伊是表示讲，这种做法制造出来问题有可能会愈侪。双手握条的中选会主委游盈良一透早特别拜会民众党立法院党团，表示伊家己早一个感谢2个提议，尤其今年是9合一选举，中选会希望大选年立委咧审查预算的时阵，台甲斗会当小可扭手一个。另外，就是希望一张票当真侪案的这个手法会当打动。这样的一个立法，可能潜藏极大的风险。对我们的选务以及台湾的民主可能造成严重的伤害。真的会开票到凌晨？如果以2022年的投票经验，一个案就到晚上11点40，2个案一定是要到隔天清晨。国外为什么可以做得到，我们做不到呢？有一种这样子的话，那中选会主委那可以不要做了吧？连这样事情都做不好，然后就恐吓，先恐吓，开票开到1点。那怎么样？那也呼吁中选会卖因为技术的问题，就放弃直接的民权。目前台面顶包括去年民众党提出的移转投票的公投，若今年南北分别提出的5个公投案，包括关系死刑判决的核定、变形、中科核电、交通罚款专用、安乐死等等的公投案。另外，搁一届回应，除了是旧案搁提一摆，其实有真侪提案伫国会就会当解决啊，无应该将立法委员爱护的责任担予中选会也个民众。其实有些公投案，像是把交通罚款作为交通基础建设的经费，这件事情其实立法院大家坐下来修法就可以了。开票时间可能不是最大的重点，到底可不可以投票准时结束？这可能才是大家所担心的，会不会重演一边开票一边投票的境况？我觉得那才是对于民主政治最可怕的威胁。针对今年5案的公投草案，朝野协商无共识，送议会处理。根据法定的程序，若是要赶11月2八9合一选举，立法院上万爱伫8月中表决通过，并且伫10天内底送中选会，互中选会会使依法伫咧公民投票前90天，也就是8月30日前完成审查，公告公投案的编号、主文，也有投票时间。记者综合报道。
第10届凯达格兰论坛起稿，咱的总统赖清德有参加，也来接受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来谴责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声明。总统是表示讲，中国这条民族法呢，唔但是侵犯到台湾的主权，更加想要跨国镇压，所以呼吁国际社会都要团结反制。1, 2, 3.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give them a round of applause. 在第10届加达加兰论坛顶头，总统赖清德接受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谴责中国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声明。赖总统感谢 IPAC 对台湾的支持，佮指出中国民族法唔但是侵害台湾的主权，佮想要用跨国的镇压制造叫大家激点点唔敢讲的寒蝉效应，呼吁国际社会要共同团结来反制。Taiwan's position is clear. We will not accept united front infiltration or raid terror. We will not stand by while China tries to extend its reach into Taiwan or any other free nation or region. We will build stronger systems to prevent, counter, and protect against these threats. We will also deepen our cooperation with friends and allies. 捌做过日本防卫大臣的蒋介石、中国员，嘛对中国民族法真烦恼，嘛警告各国对中国的胁迫作为，袂当干那看作是单一的治安问题，应该要以国家安全的关度来思考对策。領空を侵犯をされれば、レーダーがこれを捉えて、直ちに戦闘機が緊急発進をいたします。しかし、自国の領土に立つ国民が外国を恐れて物を言えなくなったときに実際になる警報はどこにもありません。これを治安問題にとどまらず国防の問題として捉えて今こそ真剣に解決の手立てを打つ必要があります。也那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永久主席麦考尔嘛特别受到邀请发表专题演讲，嘛佮特别强调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无改变，而且会继续推进对台湾军售的进度。I'm confident the President will forward another package to the Congress soon with an additional $14 billion in critical military defense articles. 另外，咱台湾伫咧非洲唯一的友邦史瓦蒂尼总理戴罗素嘛来台湾参加会议，以行动破解台湾甲史瓦蒂尼邦谊无稳定的假消息，强调两个国家友邦虽亡真久，毋过感情是愈来愈好，会继续深化合作。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讲要甲伊朗来和谈，这个消息呢也来带动美股大起。因为咱台股今仔日盘中上悬是来到43912点，这是去超过500点。另外呢，这证交所是宣布对8月初10开始，要来实施注意甲处置的新规定，会缩短处置的时间，未来每半冬定期检讨，因应国内外情势变化。因为美国总统川普讲美伊和谈也搁咧进行当中，所以拜一美国全面收红，啊毋过拜二亚股是无对着阵，由红变做是乌的。日股盘中捌博超过1%，啊若韩股捌博2.84%，台股盘中是捌由博转做是起的，盘中上悬43912点，起超过500点，啊毋过真无耐在点过了后，搁开始咧落啊。台湾股市呢，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接连2天是属于一个强势整理的格局，可是呢，要注意的是，今天呢，因为大盘呢还是继续面临到月线的压力啊，所以呢，是不是能够收红呢，还是有待观察。初时类股的走势是无啥相像，像讲台积电是开价行价，盘中上价2315块半55块，记忆体族群是真强势，酷起哩。像讲华邦电是起价大，股价冲起哩157块。啊，值得注意的是，考虑油价证券起落的异常波动较明显，证交所宣布按初10开始实施注意甲处置的新规则。第一摆甲第二摆启用发布处置的有价证券，处置的时间自10个营业日缩短到5个营业日。另外呢，若是启用处置，佮因为当冲伤过加压，当冲的占比伤过悬，启用公布注意交易的资讯，也就是人咧讲的启用得做是注意股。这处置的营业日会缩短到7天，上后壁是倒配的作业时间会缩短到每2分钟。
倒配一解。一旦流动性上市，其实都会某种程度上会有助涨助跌的效应。那当流动性的冲击明显减少的时候，其实就会让原来的急涨或是急跌变成一种相对缓涨跟缓跌的状态。那事实上对整个交易市场而言的话，都是正向的发展。除了股市起起落落引起大家关心，进前日本兴奋发生规模7.1的大地震，台积电伫个初3宣布会捐2.5亿个日票，协助灾区重建，希望会使协助灾区早日恢复原本正常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缅甸的领袖翁山苏姬呢，是长期互军方甲控制。昨这缅甸的军政府是真罕行公开翁山苏姬的相片，讲是伊81岁做生日，也阁有甲红十字会代表见面所翕的。这嘛是翁山苏姬自2021年军事政变以来头一届公开甲外国人士来见面。缅甸军方支持的政府8月初3宣告翁山苏姬迄天伫首都奈比多甲红十字会驻缅甸代表德巴克见面，了后就公布4张相片做证明，其中2张相片会当看到穿缅甸传统服装的翁山苏姬伫一间装潢真简单的房间内甲德巴克见面，另外2张相片放射是翁山苏姬今年6月19庆祝81岁生日所翕的。红十字会伫官网证实，确实有8月初3这场会面，也毋过具体内容、健康检查的细节，也有关押地点，为着保密原则，拢无对外公布。这是自缅甸2021年军事政变以来，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头一届甲外国官员，也是国际组织代表进行公开正式的接触。联合国对这项进展表示肯定。We welcome this development and reiterate our call for the swift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of all those arbitrarily detained, as a fundamental step towards conditions conducive to a credible and transparent political process. 翁山苏姬的后生住伫英国伦敦的金阿里斯，长期这支老母是生也是死。伊讲2当半进前收到翁山苏姬的批了后，就拢无消无息，公开要求缅甸军方提出证据，证明伊的老母还阁活咧。伫个初3的相片公布了后，互伊了放心。They couldn't divulge too many details about the meeting, for obvious reasons, but She did seem to be in good health, and I think also in good spirits. 这届见面的时间点也特别受到外界的关注。缅甸军政府领导人现任的总统敏昂莱有在8月初6访问泰国，甲泰国总理阿努廷会谈。泰国进前一直希望会当甲翁山苏姬见面，也真侪届表态愿意加强甲缅甸军政府的接触甲对话。翁山苏姬已经是缅甸政府争取外界支持的一粒基里啊。缅甸军事政变了后，翁山苏姬互人指控贪污、煽动、违反国家机密法等10多项罪名，累计互人判33档的有期徒刑，了后有3届的减刑，关押地点也对监狱转做是居家关押。也毋过国际社会甲家属也是继续呼吁军政府应该量早无条件甲翁山苏姬放出来。公司新闻敬完庆编译。来看即马为着要因应俄乌战争，也有北极的局势，但美呢是伫2024年宣布这做兵就要延长到11个月，也头届来开放予女性来加入。这第一批拢总是有1600个新兵，伫8月初3已经正式入伍啊。正特殊的就是讲，这内底呢，也有包括着19岁的伊莎贝拉公主，而且做兵的期间，伊会放弃所有的薪水甲津贴。伫南美南部奥克斯伯尔兵营，初3有一批新兵入伍。伫辅导官兵的引导下，这批新兵依照程序进行报道。面对11个月做兵的生活，真侪新兵拢讲真紧张，阁真期待。Of course, I'm quite nervous, but I'm also very excited to be pretty looking forward to trying something completely new. 但要采用征兵制甲义务役并行的体制，若招募的人数无够，就透过抽签征兵。不过，面对俄乌战争引起的后陆危机，甲北极格陵兰的领土战略压力，身为北约成员国的丹麦，真需要大大强化军事防御能力。丹麦伫2024年决定将兵役期对原本的4个月延长到11个月，嘛头摆开放女性做兵。今年入伍的新兵内面，女兵就占20%，其中包含19岁王室成员伊莎贝拉公主，为着要挺国家的政策，王室嘛对外宣布。公主会放弃所有的薪水津贴，义务做兵。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men and women are equal, and therefore it's a big thing that I'm here. 丹麦军方重新规划役期，甲训练的任务，伫个新制度下，新兵会接受5个月的基础训练，刷落来进行6个月第一线战备任务。
军方同时嘛成立无人机小队，提升现代化作战的能力。Our population is simply too small to have a large army, so meaning that we're changing the conscript to be as it was in the old times, being 11 months length. And this enabled us to train them and to fully train them. 但要卖伫即个月头摆部署2亿士兵前往格陵兰，一个由100多名士兵组成的连队，会驻扎伫当地1个月，接替职业军人执行实际的战术任务，展现维护北极领土主权的决心。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来看南美洲的国家智利呢，伫2礼拜前是受到强烈风暴的损伤，即马中南部又搁落大雨做大水，目前尚无有2个人死亡，也有数千人是离开家园的。当地政府甲军方是全面动员入去到重灾区搜救，同时也来协助撤离行动。对空翕的画面，会当看到大片农园甲住宅区全部浸伫水里，实在阴甲真忝。智利中南部连续几日落大水雨，溪水涨悬溢出暴旱，伫美市冲入主体，互当地居民透未惊吓，甚至伫马乌来大区，也阁发生车路地基流起，几台修路车落入土坑。La carretera blanda y se empezó a hundir el jeep de a poco, como 1 metro. Empezó a ingresar el agua de a poco. La noche ya fue terrorífico en el sentido que ya estábamos inundados, así que. 智利伫2礼拜前受到致命性洪灾的侵袭，短期内这已经是第2届做大水啊！真侪民众的家园搁在浸伫水里，官方唔敢大意，派大阵消防人员甲军警，甚至出动处理船，一家一户撩水，甲受困的民众甲宠物撤离到安全地点。Con la comunidad debido a las fuertes inundaciones que hemos sufrido en la ciudad de Angol principalmente. Al momento el balance en términos de afectación de este sistema frontal registra 2 personas fallecidas en la comuna de Panguipulli, 1.142 personas damnificadas. 极端气候愈来愈严重，智利伫短短无到1个月的时间，连续2届做大水，互真侪家园拢浸伫水里。当地政府除了继续入去灾区救援，也全力协助灾民清理家园、抢修受损的设施，希望会当陪伴受灾民众度过这段艰难的重建之路。公司新闻陈伟玲、吴基聪编译。继续等来关心咱台湾有民间团体来做一份民调，讲显示有50%的民众呢是希望会当增加公托的名额。有家长团体是表示讲，就算这政府有补助私立的，也阁有准公共的，也毋过呢，定定是发生这收费无透明，也阁有不同对待囡仔的问题。所以希望讲这政府会当甲资源集中伫个公立的托育机构。为着要减轻生育、托育甲教育的负担，中央有推出0至6岁国家斗市的政策，地方也有推动政策，要来增加公共托育，也是补助私立托育等等。有民间团体就针对托育政策好感度做民调，结果指出54.9%的民众对增加公托名额有正面的看法，若对补助私托政策有好感的是18.3%。有家长团体表示，就算有补助私托甲准公共托育，不过定发生收费无透明、违法超收甲不当对待囡仔这个问题，因希望政府把主管集中在公托。准公共呢，它是由私幼转型而来的，那里面的师资跟品质，坦白说真的是问号。师查选到了不 OK 的，那受害的是谁？我们的孩子。民团嘛另外指出，台湾目前0至2岁托婴归卫福部，3至6岁托育是归教育部。对这2段式制度，有要70%的家长感觉困扰，因为2岁以前的托婴结束了后，若抽袂到公幼，家长就干那会当送私立的，还是请幼儿假，甚至爱持头路家己顾。囡仔嘛爱个重新适应环境。民团嘛呼吁政府爱整合0至6岁幼托制度，嘛爱避免这个终端影响人生规划。我有找到0到2岁的公托，结果到3到6岁阶段断裂了嘛，可是我又抽不到3到6岁的公共化幼儿园的话，那我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第一个是要去找私立托育，更惨的是，那我就干脆在3岁前再请一次育婴假，这是家长的困扰。那我们也都知道，就是比如说像今年同酬日公布之后，我们又知道性别薪资差距又进一步的扩大了，那谁会离开职场，然后回到家中照顾小孩，往往都还是妈妈。民间团体指出，像韩国自2023年开始推动0至6岁的整合，统一由教育部来做主管机关。因建议政府会当参考韩国的模式，认为扩大公共托育的名额，才会当落实减轻家长的负担。记者卢忠如、郑春友台北报道。
民众若做是对国外的网站买物件寄来到台湾，安尼拢爱使用这个徛名认证的 Easy Way。也毋过最近呢，所标出这是有涉个资，也有收钱的证据。关务署是强调讲，这是报关的相关费用。针对着这 Easy Way 伊的背后是民间企业的代志，政府是有挂保证，讲这资料拢有保护机制。民众伫网络买国外物件直接送台湾的时阵，常常会使用通关认证工具EasyWay易理位，其中实名认证等法定通关天数是由民营公司关部网络建立甲营运，收费机制表面上相关服务费是由报关业者负担，不过，互人这个到尾成本可能原来会转互消费者。EasyWay 的费用、电信认证整的相关费用。就是跟报关业者来索取。任何新增的营运成本都可能反映在物流上、服务上、商品价值上，最后当然仍有机会由消费者来承担。这次的议题不是只是说消费者自行吸收，而是说这样的制度是不是能够符合建立在这个合理的这个管控还有监督上面。虽然关务署买回EasyWay不是强制使用，会当透过传统纸本委任书办理。不过学者讲，既然都已经网络买物件，民众当然袂阁用麻烦的纸本程序，呼吁政府应该兼顾行政效率，加民众的权利保障。这间关务公司目前财政部持股占比达到36.1%，是上大股东。虽然政府强调EasyWay符合国际认证，纳入国家级监控，不过有750多万的用户，也引起外界对各自外泄的疑虑。是的确有收集到民众的个资，但关贸公司它通过 ISO 27001资安的一个国际认证，而且它依照个资法跟资安的一个规定来建制营运。我觉得民众比较担心说，我有这么多的资料都在那边，然后你又非第三方，那你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有内鬼或者是说你被骇客入侵？所以我觉得，也许这一边的话，也许关贸这边可以在。可能可以再做更多的一些相关的治安的一些强建制，或者说比如说渗透监视的报告啊。专家建议，无定调会当每一季做渗透测试的报告，搁检视所谓论性是不是有够。像讲拄到汹涌断网，还是骇客入侵，需要偌久会当搁再运作。面对争议，关务署嘛表示，即卖的制度运作超过10年，确实是需要重大政策调整。搁答应3个月内评估甲EasyWay收归公营的可行性。记者采访报道。好，来看这物件买卖呢，上界重要的就是信用。即马消基会为着要来减少证据，所以甲电器工会来合作，推出信用商店的认证。目前已经开放申请，打算今年11月就会公布头一批认证的名单。产品的保固的内容嘛，跟它的产品的保固的售后问题。民众买冷气并收这较贵电器，若是歹去要安怎？有电器业讲，报告要修理也是售后服务，若是和消费者超卖平，常常引起消费争议。根据消基会统计，这几年10大消费争议拢有家电，所以消基会拜一宣布，甲电器工会合作，推出电器业申请商店认证制度，希望打造大家信任的消费模式。不是只有资讯透明以外，后续的保固等等、服务等等，它都是我们觉得是符合这样子一个诚信的，我们才会给它一个这样的一个标章哈。我们会不定期的去查访，好，那我们可能会去撤掉。消基会长期咧处理消费纠纷，嘛常常咧办理商品检测，即摆推出诚信商店认证，业者要通过资格审查、审议甲现场评估，才会当得到认证。电器工会表示，透过第三方的认证，对消费者甲家电业者拢有好处。要去优化我们跟顾客服务，不管是价格的公道，还有后续的这一些维修安装的专业，都会一起在我们这个买卖的这个市场，把它建立更好的一个服务的品质。消基会表示，新信商店认证已经开放申请，打算伫11月初1公布第一波的认证名单。若是效果好，未来会继续扩大到其他产业。记者吴金王志光台北报道。社会上这起无案件是常常听到，所以有公民团体呢是呼吁要来检讨台湾冷气公共安全的制度，也点出这驾驶桶呢这封锁的装置其实是无介普遍，就连旧的这个广线的调整器，目前也是有人咧卖。消防署是回应讲，针对着驾驶桶的安全，依法规定，这卖驾驶的来派人去检查这个供应的状况，而且也要定期向地方机关来申报。
监视器翕到路边的人家厝闪过一道火光，这是6月初新竹市的一间便当店。初步研判是家属老舍拄着火车来爆炸。这几年各地常常有燃气事故，公民团体召开记者会，呼吁要全面检讨台湾燃气公共安全的制度。过了10几分钟，他想说家里的瓦斯应该散得差不多了，他想说那他要重新去把他还没有煮完的鸡汤煮完，那就开火，结果就瞬间就炸了。如果没有办法靠一些安全的设备来帮忙协助民众提醒的话，其实还是再怎么小心，还是很容易受伤。上团体分析，目前伫店头普及的液化石油气加水桶是上大的安全隐患，包括加水桶的马路自备装置无普及，若无到这无细力准着开关，也是加水管突起，都可能会漏射。佮有加水管线的调节器，照法规应该爱用 R280的规格，毋过多数业者煞搁咧卖旧贵的 R500调节器。另外，民众咧用液化天然气加水炉，佮有一寡人也袂到微电脑加水表，歹监测漏射的状况。因为商业场所是经济最活络的地区，像市场、餐厅、饭店，他们使用的瓦斯这个方面，这个都要很严格的规范，没有一个单位平常做足。上团体嘛点出，民众用加水桶也是天然气加水炉，时间一久，规家早就对袂着法规。安全设备普及率低以外，现行佫欠一个统一的权责机关管理、检测甲查核。像天然气属经济部管，液化石油气是消防署一人一家台。我们在目前的法规是没有强制的部分，因为机械表也是很好，现在装置率的比例可以到达72%，不愿意装置这种微电脑瓦斯表的原因，那主要是。微电脑瓦斯表的话，它的月租费会从原先的机械表60块钱到100块钱。互人问到感受思考到加水桶安全设备的管辖，消防署回应，照消防法的规定，经营家用液化石油气零售事业者应该要有安全技术人员做中期检查，定期向地方消防机关申报。另外，加水业者嘛应该爱伫逐回换用气了检查管线，感受到好势无漏射，而且2档都要提供一摆安全检测服务，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又搁有涉案的事件来看，这是云林哪内呢？有民众是去一间面档咧买米粉，想要转去厝里的食，结果所发现这内底竟然有一只家雀。卫生局目前已经去稽查，讲若准有违反相关的规定，安尼就会要求因限期改善，若无就会裁处。因若这店头呢，有出面来回实的，目前是会先停业，甲消毒的工作做好。面档铁门关落来，工作人员无用伫咧喷酒精消毒，边仔阁有工作人员露涂骹，因为最近有民众到云林拿来这间面档买米粉，买回去准备要食的时阵，所发现米粉内底有一只有够大只的家雀，随卡电话通知店家。我们修商店大概会做哪些动作？这样？我就全店清消，然后让卫生局他今天来刚好看了我怎么配合。我配合好之后，我礼拜4可以再开门，不行我就修到卫生局说好，你可以开门再开门。店家就表示，接到消息了后，已经甲消费者会室内家己休困3天，进行全面消毒清理。也那云林县卫生局就表示，初时透早已经有派人去店家稽查。对这民众的反应，我们一向秉持的原则就是接获通报，我会马上进行稽查。那如果查有违规，会依法进行裁处。那也请就是民众放心。云林县卫生局就表示，最近天气真热，不管是环境卫生还是食材保存，拢真重要。呼吁业者都爱甲食品安全做好势。若经过检举稽查了后，有违反食品卫生良好规范，会依照食品卫生管理法罚6万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一件真喊果的代志，这是新竹呢有一个60岁姓杨的查甫人，哪像就是因为骑车超速，真侪届拢互警方所设的这个翕相机甲开罚单，结果伊竟然半暝半安尼摕家私头啊，去甲这支固定式的翕相机安尼甲救互断。3更半暝，竟然有人伫大路寄物件，而且佫发出火光。详细甲看，伊当咧寄专门掠超速的翕相机。代志发生伫新竹县关西大山线，警方接到报案赶到现场，伫附近掠到姓杨的嫌犯。嫌犯正讲家己是咧寄球啊。我在锯树啊。你用这个锯嘛？锯树啊。这个可以锯树。这个可以锯树。树那么粗，你用这个砂轮机可以锯。警方当场伫嫌犯的乌托邦查到破坏家私，互嫌犯无法度辩解。嫌犯讲过去因为互人掠到坐摆超速，唔甘愿，再伫半暝来破坏设备。杨男疑因遭
测速照相取缔，又因近期多次交通违规遭举发，心生不满，竟破坏测速设备泄恨，全案依毁损等相关罪嫌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继当天早起，厂商到现场检查设备，也惊得要登去设备倒去，影响过路人的安全。要先开爪，然后这个口要拔掉，不然那个断了会断倒下去影响行车。我觉得太夸张了，因为那个设备是公家的东西，而且你开车的时候本来就是要遵守速限。那这样应该是就是毁损公务吧，这样子应该反而因小失大。警方表示会甲嫌犯移送法办，因若要面对损害公务的刑事责任，刷起白负担赔偿违例的费用。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伫嘉义市细线路4段一条巷仔内底呢，有一个住户是安尼长期来检举厝边是乌白乱停，还佫有噪音等等。今年1月到今已经报案127届啊。这厝边是认为讲伊这是不当检举，而且佫乌白报案，所以决定透过公开还佫有法律的咨询，希望会当改善问题。巷仔内底住户说明向乌白检举的代志。嘉义市细线路4段一条巷仔的20多位住户召开记者会，控诉巷仔内有一个厝边，卡袂着就打电话报警。为1月开始到今，巷仔内所有厝边已经互伊检举过，拢总127届。比如说开电源的开关声太大声，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家走路的声音太大声，或者是凌晨的时候他会说我们家有人在上下跳动，用力跳动。对，或者是说我们家洗衣机太大声，就是只要是声音类的东西，他几乎都报过。早上的时候固定都会带狗去上厕所，然后有一天不小心遇到他，然后他看到我以后就去派出所告我跟踪。我若收一个金，拄啊点落，环保局就来啊，车15便啊点落来。他就无法度啊开大行叫副驾安尼，你我会吃力啦袂？厝边顶是营收一个证据。因为这款乌白报警的状况，影响到大家的生活，浪费公共资源。不过，互指控的人煞表示，伊检举的代志拢是考虑到安全，而且嘛提出监视器，讲这个厝边乌白刷伊的机车，来看车的部拢互人力破。有时阵佫用手电筒来照伊的目睭，因为这个厝边是故意针对伊。他去动我们家的车子，他就是要捣乱的，每天来捣乱的。本来都是好好的，是被他们一直搬了20几天，所以变成这样子的，失案的。他们用6台监视器在对付我们家，说而且是呛哦，说我就是要针对你。警方指出，这位住户的报案大部分是停车、厝边纠纷，佮有噪音等等的事件，拢有按规定派警员来处理。提供资讯的律师就讲，报案的电话关系到警力的资源分配，但是因为乌白报警来影响到别人，可能要负担民事责任，呼吁厝边之间要理性处理，避免公共资源的浪费。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卫福部统计讲，在台湾国内呢，有慢性病的人是超过850万个。有国外研究是发现讲，这改变生活形态是会当降低慢性病的风险，而且效果是比食药啊还佫较好，嘛佫较久长。今仔日有基金会呢，甲基层的诊所来合作，共同来打造社区的健康支持的系统，希望透过医界甲民间的合作，互民众会当量早发现健康的问题。现代人工课压力大，食食甲生活拢较无正常。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国内有高血压、高血油、糖尿病这慢性病的患者超过850万人。有医师就指出，若是量早检查出代谢症候群，提早治疗，就会当避免变作是慢性病。也有国外研究发现，改变生活形态会当降低引起慢性病的风险。生活形态的改变，生活方式的介入策略，可以降低这个糖尿病的风险达到接近60%哦，是吃药组的2倍哦。为着要响应政府健康台湾、防治慢性病的政策，青沙有基金会甲基层的诊所超商合作，打造社区健康支持的系统。国健署也表示，对去年开始，新增免费的健康检查提早至30岁开始。病院也参与代谢症候群的防治计划，希望民众量早发现、量早治疗，建立健康的习惯，降低慢性病的风险。在代谢症候群防治里面其实我们收案超过60万人，而且借由卫教生活形态的咨商，其实我们有20%的人其实是可以逆转代谢症候群的。要维持健康，
必须男性腰围小于90公分，女性小于80公分。当然，日行5000步，7000步更好，10000步更佳。多摄取蔬果，特别是新鲜的蔬果。那减少油炸。医师也表示，健康无直效用，要对生活做起，呼吁民众要定期运动、行路、牛血压、牛血糖。食饭的时阵，尽量让菜色甲水果占一半的比例。在日常生活中自我管理，才通健康食饱哩。记者季玉琪、林秀凯台北报道。台东的道立甲金樽这两个海沙埔呢，拢有真侪人去到遐撮影。即马台东县府是要推动这两个地点，加做是运动的观光基地。东海华新宫镇道立海沙埔是真出名天空之镜观光的所在，啊，不过即马有真侪游客带囡仔来这学冲泳。都已经来到台东了，然后觉得冲浪的活动也蛮适合小朋友，就让他们挑战看看。国内会当提供冲泳的海域无济，安全的户外学习基地搁较少。不一个天空之镜海沙埔，平坦的海岸线较宽阔，延伸到海的沙埔较长。学冲泳和观光的游客袂互相相克，方法建讲是真适合拄学冲泳的场域，啊，不过真罕得有人知。不一个已经有冲泳的教练伫遮推萨教学。这边浅滩比较长，然后下面它其实都是沙子比较多，所以就是相对于金樽跟河口比起来的话，这边是比较对于初阶的学生比较友善的地方。因为台东县金樽海岸逐年拢会举办国际冲泳比赛，今年阁升级举办世界级全球橄榄沙业积分赛的其中一站。不一个国内会当为细汉就培养冲泳的选手场地无济，所以县府按算讲要推设天空之镜，变作是国内冲泳的学习基地。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往来甲爱文山啊，其实拢介有名。即马为着要帮助农民来拼外销，县府是伫咧潮州来起一间国际包装加工厂，预计每年2月就会当正式运作。对于检疫、分级包装一直到物流呢，拢会当伫遮全部完成，会当降低储存甲运送的成本。工作人员细致检查，甲要出口的爱文放去面仔，了后用纸箱装好，送到冷冻货柜，就准备再去机场。今年6月时，屏东山野成功外销到法国的超市，引起网络讨论。为了维持农产品品质稳定，屏东县府用6年的时间，伫潮州设置国际包装加工厂，预估明年2月就会当营运，协助农民降低运送损失，提升外销数量。那我们会针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市场，会有不同的管理方式，然后我们会提供一个稳定的价格，作为一个诱因来鼓励我们的农民，然后也让我们的农民借由的包装厂能够把大家团结起来，而不是各自奋斗。屏东是全台重要的热带水果产地，往来一年产量超过10万吨，全台第一。山野种植面积要4200公顷，全台第2。县府表示，因为屏东无加热含检疫设备，农民爱甲水果送到别个县市处理，会增加运输成本。这个加工厂建制了后，就会使降低果子耗损风险，稳定品质。控制，然后通过检疫，然后包装，能够顺利的销售到外国。启用之后呢，它可以处理我们的凤梨呢，每天大概100公吨，然后处理我们的芒果呢，大概30公吨，大概可以处理到我们整个外销量的50%。蔡基副总统萧比琴嘛，教育潮州关心设置的进度，未来包装加工厂预估处理5成左右的出口量，逐年创造6亿的外销产值，期待降低冷冻和货运成本，协助农民甲优良的农产品卖到世界各地。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下晡报的天气，稍后咱继续甲时间交互汤啊。今仔日台湾各地还阁有平乌、金门、马祖拢是坐云到好天，只有基隆北海岸甲大台北山区会有南山短暂阵雨。下昼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甲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上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